摩羯座嚟緊呢一周，我睇到 Divine 俾你嘅 suggestion 就係我睇到 Divine 係希望你能夠去睇清楚你現階段或者嚟緊呢一周你所經歷嘅事情。因為同時間我亦都睇到就係可能嚟緊呢一周摩羯座嘅你，好多時候你會因為你自己內在嘅情緒上，可能你會覺得係有好多心魔嚟緊呢一周，即係可能你嘅心魔會令到你覺得當你面對你啲事情嘅時候，你會覺得寸步難行，又或者可能係會令你卻步去做一啲決定。所以我睇到嚟緊呢一周，摩羯座嘗試下去克服自己嘅心魔，有時可能係唔好諗咁多之下去做咗嗰啲事情先啦，即係唔好諗嗰個投資回報率嗰個問題。OK， 摩羯座，反而可能有時就係當你能夠憑住你自己嘅直覺向前行嘅時候，係反而會令到你更加點樣形容咧？係個結果或者個經歷裏邊，其實你會得着得更多。所以我覺得摩羯座係嘗試下向前行啦，唔好諗咁多事情，唔好俾你嘅心魔裏邊其實阻礙咗你係，可能其實你嘅心對於摩羯座嘅你嘅內心知道係其實你好想做嗰個事情，但係只不過可能當你嘅心魔話到俾你聽係個投資回報率好低嘅時候，你又會向後行翻步，但係不妨真係嘗試下相信你自己直覺。去嚟緊呢一周，當你去面對呢啲事情嘅時候，或者當你需要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因為同時間我亦都睇到係，當你能夠克服你自己嘅心魔向前行嘅時候，其實係反而可能會令你得着得更多。